乜桂林唔係廣西嘅首府咩？幾時變咗南寧㗎？喂，呢個城市聽落好陌生喎。究竟廣西嘅首府係南寧啦，定係桂林咧？咁就睇下你由邊個時代開始講起啦。如果講係由明朝到清朝，大約呢500幾年嘅時間咧，的確廣西嘅首府係桂林。但係由民國時代開始，桂林首府嘅地位就逐漸俾南寧取替，一直到而家。廣西嘅首府竟然係南寧，點解呢個城市會咁陌生嘅？其實早喺唐代，南寧已經出現，當時佢個名就叫雍州。後嚟去到元朝，嚟自北方嘅蒙古人就將呢座城市改名做南寧，有南疆安寧嘅寓意。1911年，軍閥陸榮廷宣布廣西獨立，仲將首府由桂林搬到嚟南寧。自此，整個民國時代，廣西嘅首府就一時喺南寧，一時喺桂林啦。由清朝開始，越嚟越多嚟自廣東嘅商人雲集南寧，所以你會發現呢度有騎樓、有涼茶、有艇仔粥等等呢啲咁有廣東色彩嘅元素喺度。而我哋身處興寧路呢度咧，就將咗老南寧嘅印象保留咗落嚟。但係其實南寧都有佢嘅優勢，先至會被選上成為廣西首府。譬如早喺宋朝開始，南寧已經係一個熱鬧嘅渡口，亦係交通樞紐同轉運中心。所以由於佢比桂林更加接近海洋，同時地理上佢又靠近越南邊境，所以無論係發展沿海經濟，定係開拓東盟嘅市場，南寧可能比桂林更加適應現代商業社會嘅節奏。順帶一提，1951年南寧開始大規模嘅植樹運動，所以南寧又有綠城嘅稱號。停止碼頭就係昔日南寧海上經濟發展嘅見證人，甚至呢度流行一句説話，就係先有停止道，後有南寧城。所以南寧咧，似乎真係因為有沿海嘅優勢啊，從而成為咗廣西嘅行政中心嘅。冇錯啊！今日嘅停止碼頭已經變成一個熱鬧嘅夜市。